清净经，太上老君说清净经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无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没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世界归。吾人神好清，而心老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意全之。常能全其意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六义不生，中途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为诚，意为全理。能全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为其心；外观其行，行为其行；眼观其物，物为其物。三者既无，无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既无，无亦无，无既无。善然常寂，寂无所寂，意起能生，意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云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无知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得不得，下得只得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会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，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；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